你晋封嫔位，家中的女眷自然也要封告。朕已经下旨封你母亲为正三品诰命夫人。多谢皇上。皇上来眉庄的寝宫看他，却察觉他心中依旧有隔阂，面色冷淡，让皇上的心情顿时变得沉闷。在尝试与眉庄交流却得不到回应后，皇上决定前往甄嬛那里寻找慰藉。到达甄嬛的寝宫，皇上发现甄嬛假装沉睡，不过这一细节并未逃过皇上的眼睛。皇上靠近床边，细心地观察甄嬛，发现她身上的伤痕已经消退许多，这使得皇上的心中涌起了对甄嬛的怜爱。皇上不禁赞叹甄嬛的美貌，梨花洁白，可堪与雪相比。花落眉间，恍若无色，可见嬛嬛肤光胜雪。在额间做梅花图案装饰，可称为梅花妆，只是梨花色白，不易成妆，真是遗憾了。其实要成妆也不难，还亲自在甄嬛额头上画了个癞蛤蟆的画像，认为她的美丽是世间无双的，自己就是癞蛤蟆吃天鹅肉。皇帝把这装扮取名焦梨妆，这种发自内心的赞美，使得皇上对甄嬛的感情更加深沉。美丽就好，仪态而非秋真。这个妆，朕就叫它焦梨妆。皇上揭露了江胜和江澄这两位御医收受宫女太监贿赂的丑行，痛斥他们毫无医者仁心。甄嬛趁机向皇上推荐温实初，同时揭露了治疗10亿的秘方实际上是这两位御医盗窃而来。皇上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，他眼中闪过一丝狠戾，决定要除去这两个败坏医德的人。你朕除掉2个人，听皇上吩咐，多的隐蔽些，不要惹人怀疑。奴才领命。你带着血滴子的那些人干得不错。他秘密派遣手下的血滴子，暗中处理掉江胜和江澄。华妃得知此事后，立即赶到皇上那里，为江胜和江澄2人辩解，为二江向皇帝鸣冤叫屈。然而皇上他冷冷地告诉华妃，他会以隆重的葬礼来纪念他们曾经的御医身份。朕为表家训，此白银100两，为其置办丧事，你可放心了。皇帝精心为甄嬛设计出焦梨妆，这一妆容在后宫中迅速风靡开来，广受喜爱。在甄嬛的生辰之日，皇帝特意为她举办了盛大的宴会，此举引发了其他妃嫔的嫉妒之情。果郡王则展现了深情厚谊，他以满湖的莲花盛开为甄嬛带来欢颜。小王以满湖的莲花恭贺婉嫔方丈。王爷费心了，本宫很是感谢。没想到你办得这么好。创新的手法赢得了他的微笑。期间，他更吹奏了凤凰于飞的曲子，以此寓意皇帝与甄嬛夫妻之间的恩爱和谐、凤凰双飞的美好景象。姐姐，你看我风筝放得好吗？很好。我以前在家的时候就喜欢放风筝了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纯儿欢快地在宫院中追逐着飘落的风筝。偶然间，他目睹了华妃背地里收取他人贿赂的一幕。曹贵人为了自身的利益，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圈套，让纯儿在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哟，华妃得知纯儿看到听到这些行为，为了掩盖罪行，竟然残忍地杀害了纯儿。曹贵人出于自保，偷偷向甄嬛传递了纯儿会出示重要消息。婉嫔娘娘，快到山那边去看看吧，以此为自己铺设了一条退路。然而甄嬛却敏锐地察觉到纯儿的死因并不简单，于是她下定决心要查明真相，为纯儿讨回公道。她才17岁，下午我们还有说有笑，还说等着过了端午，皇上要册封她为贵人，她还吃着我为她准备的点心。